继续要带大家来吃古早味的鸡卵糕，这是新竹市城隍庙附近的老饼店，上界出名的看板就是脆鸡卵糕，有传统的红豆仔，也有蚵仔口味，有咸的卤味滋味。老店第二代头家叫做杨凤总，伊讲脆鸡卵糕要好吃的秘诀就是一定要逐工现做，并且6点钟拢会出炉，人客摕到的时还阁烧烧。 拄出炉的水炊鸡卵糕，放伫塞车顶悬，准备要送出去卖。袂少内行的主顾客早过来门口咧等啦。要水蒸蛋糕吗？要啊，我要芋头跟红豆。中的吗？好。这间伫新竹市城隍庙边的老饼店，店内招牌水炊鸡卵糕，因为料济滋味阁好，互真侪人安尼坐甲食，阁是几落10年。别家的都比较硬，然后又很油。 可是他们家的都不会，就是很松软，吃的不会油腻，可以吃很多块啊。他们的芋头哈，几乎都天天送达，每天蒸的，所以都很新鲜。甲鸡卵甲倒入去放机仔内底拍，等2人甲2星拢起泡了后，再甲倒入去这款鸡球筋的面粉。 甲卵甲这个面粉甲搅好势了后，再搁掺糖，继续15分钟一直甲拉。等到正焦匀了后，再搁掺一摆面粉。慢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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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慢慢倒。用这个手炉做出来的面糊，伊制作出来鸡卵糕，伊的口感真好。等到变打烤的时阵，就会当来继续刷落去。就是这样子，低不会低，可是也不会说那个太硬。 杨花总，伊手捏一球一球的面糊，甲放入去这个模仔内底。因囝杨志宏，佮负责来甲这个面糊甲过互平。爸囝2个人斗3更做伙做，真紧佮甲这个面糊甲定型，了后甲送入去炊霜内底。老店从这个民国30年创立到今。 第一代头家杨钦燕对这个做庄仔窑转到这个糕饼业，伊从较早到今拢真坚持古法来制作，无掺其他的这个化学物件。安尼嘛，互店内这款水炊鸡卵糕会当热卖一架子。要来收掉这个好滋味的第2代头家杨花总，就算讲已经65外，为着要甲这间老店甲做好大拍卖，伊带因囝杨志宏做伙来拍拼。有那种阿公阿嬷。 甚至或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来买，那这水蒸蛋糕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回忆。那经过多年以后，他们有时候想念起阿公阿嬷的感觉，他会想起水蒸蛋糕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口感、味道，我们是会坚持到底，绝对不会轻易的改变。实际上我在外面的话，在那边在思考问题的话，每一个客人经过说啊，这家蛋糕很有名。 这家蛋糕很有名，可这样就心里很安慰了。杨家的人世代交替，坚持用心来做出这个古早味的水炊鸡卵糕，这个好滋味实在让人真想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